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人。好朋友来讲迄天，我一个朋友来甲我斗安那，伊讲国正啊，我一间贸易公司甲相买，你知啦？我讲我知啊，对方迄个骨头家嘛，我的朋友啊。啊，你敢知影伊教书起下句？我讲他是安那教书起下句，煞唔知影阮讲好买卖500万，结果吼，我已经付伊9成450万啊，剩50万。唔是我唔予伊，是无来领啦，是对方伊唔来领啦。结果煞四界放风声，讲阮公司买了无倒转，叫人就袂使跟我做生意。安尼敢唔是教书起下句？哦，即句俗语，书甲句搁斗句，意思讲有迄款人吼，大脚已经活甲头啊，已经大家考字啊，要爱换现金算数啊。伊说淡仔咧下句啦，简单讲出小人步啦。硬要争取讲，敢会当，互我搁上诉一枪啊？唔通即马就车缴啦，这叫做教书起下句啦。啊，唔然呢？哦，这个新头家买贸易公司，这个新头家搁甲我斗，讲你敢知影对方请一个天甲人看？我讲啊，当时安那请一个天甲人看，意思吼，请天就是讲叫咱得爱，这个天甲低调的，这个理由叫咱坐下。明明咱都无做，我无讲的话，你硬甲钱对我的喙下来，讲我有讲即句话，甲你糟蹋，甲你侮辱，安尼就是请一个天共看。我讲到底是安那？伊外形型呢？对方迄个骨头家，四界去寄尊敬信函，共讲吼，阮公司买了无清楚，叫我业者、客户、厂商拢莫甲我往来，安尼敢毋是请一个天共看？哦，国正啊，听着嘛，感觉讲替你真不服啦。毋过咱人袂使听片面之词哦。国正啊，就爱做无酬劳大，你嘛知。我才因甲即个新头家提议，我讲吼，啊无兄哥，归去对方原来我真有往来的朋友，我招一工来去恁公司，互你请2杯仔茶，我一杯伊一杯，咱甲代志3头2面，悄悄切的，你看好无？好啊，欢迎你啊！结果去到遐尔，因为即个新头家实在委屈太重咧，讲无几句话，那就要比手要共争啦。即摆我甲手骨6条的。我讲你唔茫安尼哦，人过去俗语话一句话讲，入济无刣人哦。来到你遮，连土匪的山济，你入去到山济，人伊嘛无共刣哦。来到你遮咧，互你请茶啊，你竟然要拍要字，安尼就有理会变甲无理哦。吼，头拄啊，即个过程，即个故事，当然社会定咧看，啊当作国正啊骗的啦。我就是要招你研究讲台湾话伫咧冤家娘济时，往往会应用即几句俗语啦。